多谢新闻，继续要来看到暗时车路当咧做工程，警示灯无够显白，煞下开车车桥倒摆的人弄一个船仔冰车。代志是发生伫台中市太平区东平路当咧做地下管线的工程，做工程的单位照规定踩三角架，因为暗时看无清楚，常常发生事故意外。即马用工处已经要求外包商，都要加到电火闪示，莫阁发生意外代志。路口监视器翕到查某技师无注意到头前的道路咧施工，袂好反应弄起哩，连人挂车动动摔伫咧涂骹。出车祸之后，警方有过来处理，我打110，就是警察离开之后，他也是没有再增加灯那个警示灯还是怎样，我才会把它抛到那个我是太平人上面去，就是要大家注意一下。热心的民众协助报案，而且反映路队21号开始施工，但是伫咧暗暝的时阵，连续来发生刹车的事故。标示不明啊，那个警示灯也没有很亮，而且还有没有电的，那个还蛮夸张的啦。经过了解，太平区东平路最近咧做地下管线施工，敢若是暗时安全的防护无做好。22号暗时11点外，一个查某技师骑过去，无注意弄到，来摔到伤。那我们有就是通知相关权责机关，在相关道路施工区要加强夜间警示效果。辖区的警方除了来到现场采证，方便后续的责任了解，而且协助通报主管单位来改善。要求厂商就是一定要确认他这个灯是没有问题的。晚上厂商会跟那个受伤骑士这边来联络，针对骑士受伤的这部分来做一个赔偿。除了将故障的设备修复，阁会加摆2组，增加暗时警示的效果。好佳在即摆无造成严重的事故。主管机关表示，未来嘛加强管理，避免亲像这款的代志搁再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